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秦风观察》。新冠新变种来袭，中国经济面临可怕前景，世界银行也来唱衰了。中南海祭出了3招应对危机，国安奉命亮剑，吓唬国内外机构与学者。美国商务部长耶伦抨击习近平当局胡来。首先呢，请大家帮一个忙，由于之前我的 YouTube 频道被限制了广告和限制流量，我开了一个新频道，请大家点击评论中的链接关注，谢谢。那北京时间的周五12月15日，中共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关于新冠病毒的新进展，承认截止到12月10日，中国本土监测到了7例 JN.1 变异株。那对倒的一个本土案例是11月首次发现的。当局还称，虽然目前呢这个新的变异株在中国流行水平极低，但不排除 JN.1 变异株成为国内优势流行株的可能。这个呢让外界更增添了对疫情卷土重来的担忧。自11月以来呢，中国各地就出现了这个儿童医院爆满，很多孩子出现了大百废，有的呢被迫洗肺，医院忙的是昼夜不息的情况。那随后其他年龄层的人群感染的人数也日益增加，当局给的说法是主要由这个支原体流感病毒造成的，还一口气爆出了16个这个病原体。但是呢，我一直说，最可怕的还是新冠，因为往年的这个秋冬流行季节，其他那些病呢一直是都有，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那么这个新的变种 JN.1 又有什么特点？为什么会让很多的国内外的医护人员都闻之色变呢？那 JN.1 变种呢，被普遍认为是这个早期BA.2 雅谱系和后来的这个 XBB 谱系的重新的组合体。国外呢就有学者称之为 Omicron 亚系中的怪人。那研究显示呢，与这个 XBB 1.5 相比，JN.1 包含41个额外的独特突变，大部分变化呢都存在于刺突蛋白中。而我们在最近3年呢都知道了，刺突蛋白增加呢意味着这个增加感染性，新变种与ACE2 受体的这个结合力更大；2呢是增加了免疫逃脱的可能性。根据呢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这个最新评估，JN.1 的持续增长表明呢它要么更具传染性，要么更能逃逸我们的免疫系统。那在一些这个欧洲国家， JN.1 病例已经是超过了50%的阀值，就引发了人们对新年前后这个感染病例可能激增的担忧，类似于呢就是2年前的第一波 Omicron 浪潮。那科学家们还预测说，这个呢将成为全球下一个主要的变种。那么关键问题也来了，就是原有的这个 XBB 疫苗管用吗？那答案是令人堪忧。根据哥伦比亚大学12月6日发布在网上的一份研究，那为感染个体接受单价 mRNA 疫苗 XBB 1.5 MV， 针对呢 XBB 1.5 的中和抗体增加了27倍，但是呢受试者所产生的综合抗体对于 XBB 1.5 之后的一些新变种的这个结合力减弱，尤其呢是 JN.1 变种产生的综合抗体呢效价最低，比 XBB 1.5 呢低 4.3 倍。也就是说呢，越后来出现的这个新病毒变种，打之前疫苗所产生的抗体对人的保护不如原来的老病毒。那北京大学的曹云龙博士呢，在他的推特上发布的信息呢，也显示新变种 JN.1 的综合抗体反应减弱。那目前所开发的 XBB 1.5 疫苗的效果前景不佳。这个就意味着说，未来呢有3个大的方面的影响。那第一，未来的这个感染新冠病毒并且造成重症的这个数量会更多。第二，现有中国市场上的10几款疫苗效果令人担心，大多数呢可能将变成这个安慰剂。第三，随着病毒蔓延，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将产生较大的冲击，使本来呢就已经很糟糕的这个经济雪上加霜。当然，可能有朋友会说了，目前呢我们看中国官方公布的11月 GDP 数据呢还可以嘛，你不要这个唱衰中国。但是呢我想呢提醒大家注意，这里面呢有3个陷阱。首先，
我们一定不能忘记，就是2022年11月，中国全国当时是什么状态？那很多的地方封城，深圳港呢甚至是禁止人进入，所以去年的经济增长基数本来就很低。比如2022年的11月，中国进口同比下降了8.7%，出口下降了10.6%。所以呢，今年看似较高的这个增长数字，实际上是被严重扭曲的。那其次，今年的数据呢是在官方出台了很多刺激政策之后的结果，但即使这样，11月房屋销售面积和2021年同期相比也几乎腰斩。那彭博社认为，这些暗淡的经济数据描绘出了可怕的成长前景。那第三，中国的这个债务问题和房地产危机还在加剧，而不是在减少，这个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来说不是好消息。我们之前呢也说过了，信托行业、银行业可能呢都会被高昂的地方债、房地产债务呢拖下水。因此，我们看到本周一12月14日，那一向呢对中国唱多的世界银行也预测，明年的中国经济将大幅的放缓，成长率呢将从今年的5.2%下降到4.5%。世界银行呢还预测，2025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呢，进一步下降到4.3%。那在报告中，世界银行呢还表示说，由于这个房地产业的困境，加上这个全球对中国的需求疲软、债务高水平以及消费者信心的动摇，中国的复苏步伐依然脆弱。而无独有偶，近期呢还有很多这个机构看淡中国经济，例如呢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团队就预期，中国经济未来数月仍面临挑战。且呢，见底需要时间，因为内地的疫情期间累积的这个需求正失去动力，同时呢，外部需求减慢也会拖累内地出口。例如呢，中国这个造的电池原料以及呢太阳能板呢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。12月13号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会议，虽然呢对中国经济展望评比为呢是中性。同时却指出说，房地产市场困境，那么地方政府债务与外部的需求这个低迷等这种不利的因素，那并且预估呢说，中国明年这个经济成长呢将放缓。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，就是会议啊，它之所以给中国中性展望，同时呢又给出这个很多负面的因素。一方面对这个业内人士来说呢，和这个穆迪的评价展望负面传递出来信息其实差不多。但另一方面呢，肯定是在中共当局的这个压力之下做出了妥协，因为这些世界评级机构啊，它也要和中共做生意，你批评太狠了，他们就可能担心说影响将来的合作。比如前一段时间，穆迪在发布这个负面报告之前，就通知了公司的员工先在家办公，这个呢显然就害怕这个中共报复。所以呢，逼迫这个机构闭嘴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共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使出的这个3个大招之一。这个呢，就相当于是当那一条狗呢从这个高空坠落，摔得了骨折之后，那医生来了，结果把他的这个嘴给封上了。最近呢，我们也看到呢，有这个多名的经济学者呢被当局封嘴了，包括格隆会的这个老板格隆。中国金融学者刘继鹏，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多年前的一篇文章《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》也被删除了。除了封嘴呢，中共还使出了一招，那就是呢威胁要抓人。12月15日，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，声称要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，说当前经济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战场。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呢，既要克服内部困难，也要应对外部挑战。而所谓的外部挑战呢，就像是各类的这个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这个陈词滥调，以种种虚假叙事呢，构建中国衰败的认知陷阱。那持续呢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呢及道路进行攻击。文章还扬言呢，要坚决打击与经济安全领域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动，为高品质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。那这篇文章还强调说，要坚持呢，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这个各个方面过程，要将呢认真学习习近平
经济思想和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强化风险意识，有效呢防范和化解各类的这个风险挑战，打好维护经济安全的组合拳，坚决打击经济安全领域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，那为高品质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。这个情景，我觉得真的是很荒唐，比前几天我们看到的中共另一个发展经济这个大招还荒唐。12月12日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，那会上呢，习近平居然声称要这个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，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。这个给人什么感觉呢？就像一个人得了重病，却不让人说，也不可能把这个毒瘤、恶瘤给他割掉，别人呢还必须给你唱赞歌。那这样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？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扁鹊见太桓公这个故事。那名医扁鹊呢见到太桓公，提醒他说你有病得治。结果呢这个太桓公不高兴，说呢寡人无己。然后呢就是一拖再拖，然后呢到最后，那扁鹊呢看他已经是病入膏肓了，就逃跑到秦国去了。再然后这个太桓公就死了。而现在呢，中共造成的这种状态呀，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很多国内外的企业选择了躺平和出走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今年经济最惨的地方，除了房地产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就是民营企业不投资了，你不再相信中共的各种宣传和诱惑，所以今年投资呢下降最大，特别就是这个民间投资，11月份下降的幅度几乎是高达1/4。但是呢，企业家们可以不说话，对吧？美国政府呢却是不肯闭嘴。美国商务部长耶伦最近就批评说呢，中共由国家主导经济政策，恐令呢投资人望而却步。周四12月14日，在华府举行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50周年晚宴中，耶伦说，中共国营企业的角色太过强大，可能呢会抑制经济成长，而中共安全机构的角色过大呢，则可能令投资者却步。那耶伦呢，还引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最近的一项会员调查，指出2023年计划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的公司呢比例高于201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。他认为呢，说中共呢应该对此关注。耶伦还指出说，中共应该呢进行结构性改革，批评说长期以来中共呢采取不公平的经济做法呢，从非市场工具到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，以及呢对美国公司的强制行动，导致美国劳工和企业一直就无法和中国同行公平竞争。说得很好。不过呢，我认为耶伦还是太天真了，中共怎么可能听得进这种苦心相劝呢？12月15日，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主持了例行记者会，有记者问说，美国财长耶伦昨天呼吁，中国转变经济政策，称呢国营企业作用太大，限制成长，请问呢中方有何评论？毛宁就表示，中方始终认为，发展呢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中美两国，也有利于世界。我们愿意同美方秉持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，共同呢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言行一致，不要呢一边重申要同中方合作。不寻求同中方脱钩，一边呢又不断对中国企业挥舞制裁的大棒，得了，对吧？新版的太桓公出现了，你劝他治病，他呢说寡人没病，病的是美国。那好吧，就让我们呢看看中共这最新的3板斧会起到什么作用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呢在评论区关注订阅我的新频道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